从今啊，继续来看国内出名的艺人 NONO， 进前捌甲人开店卖衫裤，嘛捌卖过这个煎鸡排，即摆嘛当甲人咧聚集，要合作来做翠庵。最近 NONO 受到邀请到南投中兴会堂来演讲，分享到伊创业的经验，有不少人专工去报名，要听伊的演讲。 艺人 NONO 伫演讲分享，伊少年的时原本是做节目道具的，后来就拄到许孝顺问伊敢会晓开车，伊应讲会晓，就随去学开车考驾照，就变做许孝顺的司机兼助理。后来许孝顺要办铁赛玉玲珑，问伊敢会晓拍鼓，伊应讲会晓，嘛随去找老师学拍鼓。伊用家己的来证明愿意学习的重要性。 然后要做任何的事情要有规划，不要说啊没关系，我们就先开了再说。很多就是中途对收起来失败了，大部分都是先开了再说。那我们希望呢，透过呢他本身的一些经验跟创业的分享，那我们南投呢注入更多的一些创业的资源。 演艺事业是 NONO 的重心，不过伊煞经营袂少副业，像开服装店、鸡排店、饮料店等等。伊讲创业进前爱做好评估，钱若开落，家己嘛爱接触，比如讲参加开会等等。大家也会觉得，这个一般传统的这种就是招商啊方式不太一样。那当然我们有占了一个优势，就是因为演艺人员，然后就是这个曝光量。 即摆演讲有袂少企业的头家，阁有想要创业的朋友。演讲的上尾啊，阁有开放予民众来问问题，互大家拢会当对创业有更较侪想法。